新闻台来看，今仔日雨水较高，所以各地拢可能会落雨，也毋过下暗雨水就较少咯。气象署嘛提醒讲，明仔载下晡有冷空气落南，有可能是强烈的大陆冷气团顶级。拜四、拜五透早上低温只有10度左右，冷气团只影响到拜五、拜六投票哦。气象署是表示天气袂歹。受到华南分河区向东并线影响，拜二早起北部含东半部都明显感受到天气又个湿又个冷。气象署表示，这是雨水较高，毋过拜二暗开始雨水就较甜，也若到拜三有一阵大冷的空气到位，中昼过去了后，气温就直直降。然后在星期四这一整天，尤其在星期四北部、东北部、金门、马祖，甚至东部地区，整天的天气是偏寒冷的。星期三晚上到星期四清晨，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清晨会有低温出现。我们目前预估的低温，在马祖、金门、中部以北和东北部低温大约10到11度左右，其他各地大约13到15度左右。气象署提醒讲，拜四、拜五透早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，较快的所在温度敢若剩10度左右。只是除了南部以外，其他的所在高温拢伫咧20度以下。这阵冷气团影响到拜五尔，所以拜六投票日各地的温度拢是真舒适的。我们目前预估选举当天天气，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阳光，只有东半部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，北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降雨的几率，温度不会像星期三、星期四这么冷啊。气象署提醒讲，这阵冷空气有可能会达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级数，提醒民众除了爱穿好少，沿海的民众也要特别小心，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，所以风会真透。记者林小凯台北报道。